世間很多思想是家要痛苦，要逼迫，要被人欠，要被人人，要被人欺負。嗱，攏種一切也都係xã會裏喺度熱天，未來到自家嘅生活中，未來到自家嘅生命中。嗱，但係一個聖經講自家。在呢個約翰福音16:33節，按樣人講到，耶穌講攏總愛講義的，為了你得到平安，得到心中有甜。而耶穌講咩呢？已經呢個世間呢個痛苦、欺負、逼迫，攏總愛打贏了，加入一個希望，上帝打贏了。那耶穌基督講呢啲世間嘅痛苦、世間嘅逼迫、各樣嘅痛苦啊，各樣危難啊，耶穌打贏了。嗱，所以一個聖經講自家啲，一個心病強烈，所以自家相信上帝，依靠上帝，佢本是新嘅力量，自家嘅心得到強，心得到強嚟講，自家心中你哋平安，心中你哋快樂。心中你就唔係咩逼迫控制到，心中你是覺得到平靜嘅心，嗱，心中平靜，要精神，要健康，得到快樂，面有笑容，阿門。